聖誕鳥邊整裝大家居5星整裝，2026整家套系美學新品 Dior 雲端遐想，法式奶油風，打造溫柔舒適嘅法式家居空間，玄關櫃體簡潔流暢，掛畫壁龕減少擁擠感，搭配水墨石紋，讓空間滿盈藝術氣息。客餐廳以慕斯奶白為主，輕盈治愈，定制櫃同背景牆錯落搭配，兼顧儲物嘅同時，讓空間更加靈動。白色、中式同水墨新紋拼合出沙發背景牆，立體法式雕花，氣質高雅，圓潤嘅配套品，營造知性優雅氛圍。餐邊舉雅典娜拉手高貴輕車，水晶隨燈，圓形吊燈搭配餐桌椅，呈現精緻美感與法式浪漫情調。廚房中島台兼顧操作與社交，高效利用空間，豐富嘅櫃體滿足多樣化收納，整體呈現優雅嘅法式風情。衣櫃設計簡潔大方，實用性強，柔和嘅色調，溫暖嘅燈光，柔軟嘅床品，打造一個溫暖舒適嘅睡眠環境。兒童房風格甜美，充滿少女感，整體打造咗一體化嘅學習區域。多形式櫃門增加咗視覺層次感與通透感。P.O. 雲端遐想，法式奶油風，溫柔治愈嘅配色，優雅曲線搭配輕盈膚感，猶如徜徉喺雲端。聖誕鳥邊整裝大家居5星整裝，2026整家套系美學新品 Dior 雲端遐想全新上市。